讲到伫圣神内有满足的喜乐，请郑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同齐敬拜，特别是伫五旬节圣神降临节特别的主日，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纪念上帝你的作为。阮嘛伫你的面前用敬仰的心，阮同齐祈祷，恳求上帝你无伫即间教会收回你的圣神。恳求你，搁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有正直的心。主啊，伫阮软正的时，恳求你赏赐圣神来扶持。主伫即个你大作为圣神降临节主日，阮同齐主这个时，阮为着所有需要圣神的扶持、需要圣神的安慰、需要圣神的怜悯。需要圣神，搁一摆亲像对天降临的火，互阮的心无搁再冷淡。恳求天父上帝，你亲自降临伫阮的中间，伫即个特别的日子，互教会来经历着上帝你的话，毋是空空的话，乃是充满权能甲活命。愿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互讲的人甲听的人，拢白白领受圣神的帮助。无论是伫什么所在，甲阮同齐做礼拜，每一个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愿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来带领阮敬拜你。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伫即个时阵的礼拜，今仔日的礼拜，教会为咱的祈祷，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重新得到圣神的充满。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就是对起初创造天地，也伫咱出世开始，就伫咱内底，伫咱内面的圣神，伫今仔日，搁一摆来充满伫咱的内底。这是教会所带予咱的邀请，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允。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毋是干那听圣经的讲解，搁较要紧就是咱拍开咱的心门。咱甲圣神讲，亲爱圣神，我需要你的充满。若无圣神的帮助，咱的人生就亲像行伫苦海的中间。若无圣神的帮助，咱的信仰只不过就是一个理论，只不过就是做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敢有一日，伊会当成做咱实实在在咱个人的经历。伫祈祷的中间，恳求上帝圣神降临伫咱的中间，也请兄弟姊妹用敬虔的心听今仔日圣经耶稣所讲，也互路加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的内底。伊讲着听候上帝的应允，听候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应允是什么？主耶稣讲，你们领受圣神的洗礼。什么是圣神的洗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经历着伊所应允，逐世代较无伊的人拢得着。而且，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圣神的同在。愿咱伫主的面前会记得，保罗回应耶稣所讲的：“你们领受圣神的洗礼。”保罗讲甲非常的完整。伊讲领受洗礼的人。伊的心中就要有正直公义，伊的心内要有平安和平。伊要领受圣神踮伫你的厝内，圣神的满足的欢喜。也在你较无你的人生，无搁再行东行西，你较无你的人生是有一个真正的平静。无论外面怎样风影，咱的人生拄着什么叫坚固？主的平安，甲你三甲地地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主，这是我所需要。我知影，其实你早就伫我的内面，其实你永远拢无离开我。但是当我若做毋到代志的时，我心中就有一个惊吓，亲像大笔讲：无按我收回你的圣神，赦免我、怜悯我，
除去我所有的罪过，无让我收回你的圣心。亲爱的姊妹，上帝讲，我听你，我太会让你收回我的圣心。独只有迄个无爱上帝的人，伊家己拒绝圣心，若无上帝较会收回伊的圣心。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的圣心搁一摆，互咱的心重新得到恢复。所听的姊妹，最近我看到一个真有造就性的演讲，这个作者叫做安娜·兰伯克，这个人，伊是史丹佛大学，伫美国有一间足出名的大学，伫南加州，伊叫做史丹佛大学。伊是本身是一个神经医学的教授。伊讲起伊所接触的罪患者，伊心中有真多的反省。通过伊的演讲，嘛通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通得到帮助。伊讲为什么伫这个世界，愈来愈侪人拄着躁郁症？或者你有感受到咱身边有人心不安吗？检测咱嘛有，但是咱歹势讲。伊讲，伊发现这样代志，全世界愈来愈侪人，因无法度伫伊的情绪顶悬得到安慰，得到平静，所以就去找医生。这个安娜，这个教授伊讲，当咱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只有开一种药互你食，迄种的药叫做多巴胺。多巴胺就是一个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人若欢喜的时阵，自然而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神的中间，就会产生一种的内分泌物，迄叫做多巴胺。多巴胺若分泌出来的时候，人的脑部的小小的细胞，迄个多巴胺入去，就亲像一粒一粒的这个脑细胞。这个多巴胺若伫这个内底时，伊就亲像个电着，伊就有一个欢喜幸福的感觉。伊讲人若拄着躁郁症，医生所开的药愈开愈重，因为多巴胺，伊虽然会当互人得到那像麻醉药甲安眠药，但是海水愈啉愈喙焦。所以这个医生有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有的人若是酒精中毒，有的人若是因为食毒无法度戒掉，上好的方法就是亲像禁食祈祷，禁食会当互人伫上帝的面前自然的修复。所以，弟兄姊妹，我听到这个演讲了后，我对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咱人的内心有一个灵，迄个灵若是私欲。咱拿伫这个私欲享乐主义的内底，咱就拿啉拿喙焦。这个医生讲要戒断伫咱生活中间无适当的多巴胺。所以，弟兄姊妹，伊嘛发现全世界上好惹的国家，竟然是自杀、焦虑、忧郁、身体因为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疼痛。上好惹的国家，这种的比例上悬。所以，弟兄姊妹，伊用一个足幽默、足诙谐的比喻，伊讲伫人的心中有一个天平，伊亲像人的心神伫幸福甲悲伤这两个中间咧起起落落。伊讲人的心灵内底有一个小小的精灵，迄个精灵伫人的天平的中间，对这边跳来这边，有一日。伊若跳伫这个所在唔爱走，就是人就开始有忧郁症。这个精灵伫人的生命中间，如果伊若毋是互人常常伫这个喜乐的天平这边较济的祝福，人就伫这个焦虑，就是伫忧伤的中间。伊讲这个真幽默、真温柔的比喻中间，拄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得到一个帮助。这不是一个小小的精灵，兄弟姊妹，对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落尾，伊咧讲起上帝创造人的时，伊就将伊的圣性对人的健康本质伫咱的内面。对迄个时阵，
人就叫做有活命的人。兄弟姊妹，你愿意你的生命中间，就是上帝的圣神踮伫你的内底，伊毋是一个干扰调皮的小精灵，常常伫咱的日常生活来搅扰咱。反倒等，这个圣神是甲咱扶咧，互咱心头这个天平常常有平静。所以圣神的规矩咧讲起，伫人的心内有喜乐，有和平。喜乐甲和平，和平这个字伫圣经中间，伊叫做 shalom， 就是真正的乐园，真正的平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这个科学性的圣经医学者，伊所提醒咱，咱倒来到咱家己的心内，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进入我的心内，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这是代表的祈祷。正直的神，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互我内面有一个坚固的灵。啊，这个一句话放伫你的心内。正直的神，毋是甲咱讲 justice 良善安尼尔。正直这个原文叫做 kum， 就亲像早前咱捌伫咱的礼拜中间啊，伫过年的时，咱教会送咱一支以利亚敬的锁匙，你会记无？伫以赛亚22章。你若愿意倒去顶读一届，以赛亚22章第20节到25节，伊伫遐讲有一个互上帝所拣选重用的人，伊的名叫做以利亚敬。希伯来语的原文叫做 Eliakim，Eliakim，Eli 就是 El 就是上帝，啊 Kim 的意思就是坚固，互上帝所甲伊抬高。互上帝所甲伊换手设立，互上帝所甲伊扶持坚固。Kim 这个字，伊的字根就是今仔日代表的基督讲，甲我做坚固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在座的兄弟姊妹。主将一个正直的心、清洁的心、坚固的灵，放伫恁的心头。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因为信，咱的心中就无惊吓。主将这个坚定的信放伫咱的内心。保罗解说耶稣所讲圣神的说，保罗讲甲非常的清楚，因为伊有圣神的帮助，伊体会到耶稣所应允的重要。伊讲：恁若得到圣神，就爱伫圣神的内面来生活。咱若已经领受圣神，咱就爱伫圣神的内面来生活，这是加勒太第5章25节。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咱就要我靠圣神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言行举止、心思意念甲行为，靠圣神来活出圣神应该有的性情。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保罗讲，就顺探圣神来生活，唔通搁再放纵伫咱内面迄个情甲迄个欲。所以兄弟姊妹，愿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领受圣神。亲爱的兄弟姊妹，你问你家己，你敢有生活伫圣神的内底？使徒行传第1章讲起耶稣基督的应允，对迄个时阵开始，初代的教会就甲圣神同工。所以咱若读使徒行传中间，咱就看到真多的新约基师，上帝通过耶稣伊家己的学生所设立的使徒，伫各所在来帮助软弱的人。其中有一个故事记载伫使徒行传19章第6节，保罗拄着欠缺圣神的人，伊就甲因问讲：恁敢认捌圣神啊？你敢有领受圣神？但虽然信主久久，但是有时圣神并不是真正充充足足踮伫咱的心思意念的内底。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真期待上帝的圣神搁一摆祝福在座所听的姊妹，愿咱的生命丰丰富富，互圣神一路风奔入伫咱的内底。咱问咱家己讲，伫我的心内，我甲圣神有偌亲密的关系？愿天父上帝帮助，
保罗问初代教会这个人，伊问伊讲：恁敢已经领受圣神啊？后来保罗知影因的需要，保罗就甲因画手，然后因就得到圣神的充满。这个故事帮助咱做一个反省甲思考。如果咱也较无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需要安静问上帝讲：上帝，我要怎样来得到你对天人来说想需的圣神？上帝，我正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怎样领受主耶稣伫今仔日礼拜中间所给我的英文讲：听候圣神，领受圣神的充满。基督徒要怎样领受圣神的帮助？有真侪教会真认真努力，想要帮助人，但是圣神不是通过讲道降临，圣神是通过脚步，透过基督。所以耶稣伫约旦河领受洗礼的时，有一个足水的经文，伊讲伫迄个洗礼的中间，耶稣开喙祈祷，天就有伊开。后来圣神就降临，就亲像鸽子，像鸡啊，忽然有声音对天顶发出讲：这个就是我所听的囝儿，你是我所听的囝儿。我相信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真欢喜为着咱拍开天顶的门。我嘛相信，圣神早就已经伫咱的教会中间。有时咱冷淡，有时咱随意，忽略掉上帝圣神踮伫咱的教会的掌管。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今仔做伙同齐誓约，亲像咱今仔所念的第二首的圣诗。第二首的圣诗，通常拢是洗礼的时咧念的圣诗。咱通用这首圣诗来陪伴咱的心。咱甲主讲：主，我已经伫教会领受洗礼，但是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我期待，因为教会用水甲人行洗礼，亲像行洗礼约翰。独只有上帝家己用伊的圣神来甲阮行洗礼，用伊的灵来洗清我的罪过，互我内面有清气的心。愿天父上帝甲咱欢手，互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神的帮助。所听的姊妹，愿圣神甲你三甲伫地。你若愿意，愿咱陪伴心，咱等一个伫结束的时，咱同齐来祈祷。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的讲道结束的时，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愿意拍开心门，甲圣神讲：亲爱的圣神，我需要你踮伫我的生命中。伫主的面前谦卑祈祷，将咱心中的主权，过去用咱家己做中心，用咱的心思意念做一切决定。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对今仔日开始，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现在你愿意安尼祈祷吗？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主啊，愿意互我的心思意念降服伫你的面前，愿你对我分话开，亲像你将迄个话开分入伫亚当的内底，你就称伊，你就互伊真侪有活命的人。昨下晡信徒做聚会中间，讲师赵文聪医生，伊徛伫医生的立场，伊鼓励真侪人伫软弱的中间戒断生命中间无好的习惯。其中有一项叫做戒酒，因为伊发现原住民因有一种物质的时阵，因会啉酒。而这毋是干那原住民，全世界所有的人有真侪时阵，咱就互酒精来成做咱的救主，互酒精成做咱的帮助。赵文聪医生是一个儿童科的医生，伊本身是儿童脑神经专家。伊发现有真侪囡仔伫妈妈的腹肚内底，因为妈妈有酗酒的习惯，所以囡仔出世的时阵，伊本身就甲一般正常的囡仔无共款。伊讲一个譬如，我头一摆听到，伊讲迄个囡仔伫妈妈的腹内，就是伫伊的即个母胎的内底时，
妈妈所啉的酒精会通过迄个脐带，迄个酒精会走入去伫囡仔伊所生存的羊水的内底，所以迄个囡仔就亲像也未出世之前，就互人家放伫迄个高粱酒瓶的内底，甲放落。迄个囡仔10个月伫遐浸掉咧，出世的时阵完全无共款的人。伊用相片互阮看，兄弟姊妹，咱伫即个世间就亲像互人放伫一个染缸，伫即个世俗的染缸的内底。咱的生命已经吸收着真侪无适当的想法，无适当的灵。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因为咱要担着主稳定的滋味。愿咱伫今仔日不但担着主的稳定的滋味，咱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内底的灵，互我内底的生命，会当有分伫上帝你的圣性。主你的圣性，搁一摆。通过教会这个胎盘和教会这个子宫，主你的圣神就降临在阮的中间，和到这个教会真侪上帝你圣神的子宫，既然来到这个所在，每一个人，因就和上帝你的圣神该包围起来。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为着你家己生活有气无力，为着咱的生活无力感。为着咱的心内有真侪的不平静，关键今仔日礼拜真侪你经历着祈祷的开始。你若愿意祈祷，上帝就为你拍开圣神的窗，和圣神进入咱的内底。所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记载伫加勒太第5章20节到25节，其中的22节是咱足熟的，咱拢会要背。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神所结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当圣神踮伫咱的内底的时，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咱的属灵的态度、属灵的品格。一个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不是用咱的话准绳，是用咱的生活所表现出来气质，但所画出来，迄个少年活命的品格。愿圣神亲自。将对天灵来上帝荣耀逐种水的品格享受互兄弟姊妹，我无必一一解说。圣神带来阿加佩仁爱，圣神带来 rejoice 喜乐，圣神带来 shalom 和平，圣神带来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甲尊责节制。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迄个安娜迄个教授，伊咧讲起人的心头有一个心灵的天平，迄个天平常常是当头轻。咱伫这个世间追求幸福，用啉酒、用食薰、用毒品、用真侪方式，但是哪啉哪喙焦。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圣神用伊的手甲咱抱掉咧，互咱心头。定心有平安，主帮助咱。所以伫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甲主耶稣讲：主啊，我知。因为使徒行传第1章第40到第80讲，主耶稣讲：恁就听候上帝的应允，因为上帝的圣神就要甲恁行洗礼。人若无顶头生，人若无领受圣神的洗礼，人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人嘛袂通进入上帝的国。主耶稣所应允的，就是既然恁奉我的名祈祷，天顶的上帝就要差遣圣神甲恁撒甲地底。所以兄弟姊妹，阮咱甲主耶稣讲阿们。主耶稣我有听到，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恳求你将你的圣神，就是甲你同过我的圣神，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所以兄弟姊妹，领受圣神的洗礼何等的重要！因为若捌领受过圣神的人，咱的人生好像就生活伫苦楚、苦海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安尼讲：恁唔通离开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唔通离开你属灵的教会，都要安静听候。耶稣也未上天正定甲伊学生讲。听候上帝应允，因为无偌久，
恁就要领受圣神的洗礼。既然相信圣神的洗礼是真的，你就得到。愿咱伫上帝面前批判咱的心讲：主啊，我愿意恳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帮助我，用你的圣神互我顶头生，因为这是我属灵活命的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基督徒所需要的，不是真多的言语上的道理。基督徒所需要的，就是真真实实在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灵的同在。你会问牧师讲：牧师，我怎样才知影讲圣神已经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有几项伫圣经内底足清楚的图像，你感觉上帝听你？圣神降临的时，人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圣神降临的时候，人的生活中间忽然会感觉目睭开光来啊！圣神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生命就无搁再白脚白手，咱就要倚靠圣神有开力。所以的姊妹，被爱的感觉是一个人重生的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主祷讲：主啊，我真正真刻薄，主耶稣你完全的听，真做我心中的我完全完整的感受。愿主耶稣甲你讲：我听你的祈祷，我进入你的生命中间。已经真久啊！有一个过去捌伫咱中间有一个姊妹，会伫一届受难周暗暝的祈祷，逐阴暗拢流目屎，因为伊的婚姻拄着搅扰、破碎。一个姊妹后来离婚，伊家己单独离开丈夫的家庭，伊上面为着伊的婚姻忧伤，但是搁另外一方面，伊伫主的面前用错误的想法来过伊的生活。伊感觉伊是一个互上帝见笑的查某人，因为伊无法度保守伊的婚姻，所以伊感觉离婚是互上帝流目屎，离婚是一项见笑的事。但是伫迄个受难周的礼拜中间，我毋知上帝安怎帮助伊。但是伫迄届的受难周中间，伊开始用新的态度来过生活。伊甲我分享讲，上帝伫即礼拜的受难周中间，互我知影，伊听我的婚姻的失败，毋是我做毋到什么。上帝甲我讲，我听你，无因为你的婚姻。我气杀你！这个姊妹最后讲一句话：既然上帝听我嘛要学习用耶稣基督的听来接纳我家己。兄弟姊妹有水无？圣神若来到咱的生命中间，咱就认捌咱的欠缺。圣神来到咱中间，咱就有一份被爱的新生命。长阔高深，像如耶稣讲：我所想述的活水，会伫你的生命中间，亲像水泉，自然而然的涌流在你的新生命中间。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上帝的圣神是这种的力量甲祝福，是对咱的生命中间自然而然的涌流。上帝的听，上帝的平安。愿你讲阿们的时，上帝为你成就。无人知你心中的苦痛，但是上帝知。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我拍开我的心，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我吐出去我心中的怨气，我吸进来上帝你圣洁的灵，晓得？将咱心中的怨叹、苦楚。咱交互主耶稣，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求圣神，亲爱的圣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来领受你伫今仔日礼拜中间所赏赐互我。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拄着圣神，互咱领受圣神。兄弟姊妹，按主耶稣伊所讲，听候圣神，领受圣神，咱甲主讲阿门。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圣神要进入我的生命中间，运行伫我的人生，伫我的心内，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兄弟姊妹，你若相信，这个圣神就要行奇妙的事伫你的一生中间。你举起你的手对到咱的厝的事，咱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进入你的厝内的时候，你就该宣告讲：对今仔日开始，我的厝、我的家是圣神掌管的所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一切的悲情、一切的搅扰、一切的苦楚，拢离开我的家庭的内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对今仔日开始，耶稣掌权。亲爱的耶稣，也圣灵就被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阿们嘛，上帝，伊所讲的话，兄弟姊妹，你愿意这个圣神，伫这个时刻，超出所求所想的祈祷，成就你心内的祈祷嘛？成就的意思，就是上帝跟你讲，我的囝儿，我听到你的祈祷，照你的信，甲你成就。这就是福音书中间耶稣真多欠缺需要的人，无论迄个车媒甲耶稣讲，我爱得着看见；无论迄个摆卡的，伊伫说讲，无人帮衬我。我逐摆啊，讲来到这个礼拜堂求神者，圣神降临的时阵，第一个得着拢已经互摕去啊。但是耶稣甲伊讲，照着你的信，甲你成就。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圣神。保罗足清楚，这个圣神是成就生命改变的圣神。所以保罗咧讲起伫圣经内底新的生命，有真多真水真完整的话。伊讲人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咱会记迄段话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圣神降临的时阵，人就得到一个新生命。所以保罗讲，咱若一个领受圣神，就爱依靠圣灵来生活。靠圣灵得生的意思是安尼。咱的讲话无做甲亲像囡仔，性情无搁再亲像囡仔，咱的行为无搁再亲像囡仔，咱无搁再亲像一个无完全幼稚的孩子。保罗讲：我既然长大成人，我就放了所有一切囡仔，伊的性情、伊的想法。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为着咱的性情，为着咱的想法，为着咱的情。为着咱的欲，为着咱的情，为着咱的欲，咱伫主的面前祈祷，祝福我的欲望正直，祝福我的心神清气。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咱，对今仔日开始，每一个所听的弟兄姊妹，咱同齐见证，喜乐是咱教会共同的记号，亲像有所教会。有时候教会上水的记号就是靠主喜乐，要常常靠主喜乐。原来的教会真做一个喜乐的教会，人入来到这个所在，就看到一阵乐观、笑容，有上帝的听，有上帝的喜乐，有上帝的平安在这个所在。人通过咱，就看见上帝。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祈祷，不是干那为着咱家己祈祷，嘛为着别人祈祷。主啊，你若将这一切圣神的轨迹给我的身边的人就要伫我的身躯顶端看见上帝所赏赐伫圣神内底平安的喜乐。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神若来，咱的智慧这个开窍，上帝甲咱拍开，咱就要真做有智慧的人。因为圣神若进入咱的内底，咱就要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记载耶稣所讲的话：恁着听候真理的神来，这个真理的圣神要引出恁明白，引出恁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带恁进入，互恁享受一切的智慧甲真理。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
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以赛亚11章第2节是旧约的圣经中间足宝贝的应允。以赛亚11章第2节，伊伫这个所在讲起，上帝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内面，咱的生命要有6种的改变。第一，咱要有智慧；第二，咱要诚做有聪明的人；第三，咱要诚做有谋略的人；第四，咱要诚做有能力的人；第五，咱要诚做有才华、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也要多看电视，那愈看愈戆。所以，亲爱的姊妹，独只有圣灵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咱读的册咱就会明白。有真侪基督徒有当时拢有感觉讲，我若看到圣经，我就拄久，因为哪看也看无。若有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面，咱就哪看哪甘甜，毋是哪看哪拄久。愿天父上帝赏赐上重要，就是最后一项第6项，敬畏的灵。上帝圣神若踮伫你的内底，你毋免勉强。你若伫进入上帝的内面，来到礼拜堂，伫你安静要追求上帝时，你的心内会有一种敬畏的心。兄弟姊妹，第6项是上重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圣经写得这么清楚，但是检查咱中间一年拢做伙鼓励，一年甲圣经读一摆，咱的周辈已经20-30年。当年拢用圣经一年读一摆的真课表，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要阁继续一年拢至少甲圣经读一摆。这个周报毋是垃圾，毋是一个形式化，但是我知影咱的中间有人过去一年上少拢读一摆的圣经，上帝大大祝福。其中一个人就是刘老师。我知影咱中间有人嘛安尼，虽然我无甲恁讲着恁的名，但兄弟姊妹，你愿意上帝的话，诚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有唤起阮注意，主耶稣伫2000年前上天进前，伊对伊学生所讲应允的话，行洗礼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我天父上帝要用圣神甲你行洗礼。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伫今仔日，你确保伫今仔日得到这种的经历吗？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愿意。什么叫做圣神的洗？用圣经的话来讲，圣神的洗就是上帝将伊的圣情亲像风，就喷入咱的内心。上帝将伊的圣情亲像雨水甘霖降落浇灌压伫咱的内心。上帝的圣神就运行伫咱的内心，伊用伊的灵的本质 （spirit nature）， 上帝伊家己的本质，上帝伊家己的圣情，那分入咱的内底，咱的血气，咱的情欲，咱的自私。兄弟姊妹，毋通误会上帝创造是无好，因为血气嘛是上帝所创造的，就是人中间有灵有魂，人有灵有魂，魂就是这个情欲。上帝创造这个魂，毋是歹物件，毋是歹的物件，但是若无灵，这个魂伊就无健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让咱分外开。不但无甲咱收回，因为上帝创造伫创世纪的内底第6章起头，伊就讲到：人若过头属地血气，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这个字永远，上帝的圣神，上帝有可能该收回。亲爱的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用代表的祈祷。今仔日的旧约诗篇51篇第1节第9节，这是大卫伫犯罪了后所写的祈祷书。诗篇51篇是大卫伫伊犯奸淫的犯罪了后，伊所写的忏悔录。伊伫这个中间讲：主啊，求你
除去我的罪过。主啊，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圣神。保罗安尼讲，求你帮助我，互我活伫圣神的内底，我靠圣神的开力，直到我一生，互我的人生叫做新的人，新的事。今仔人踮伫耶稣基督内底，就正做新创造，旧的代志拢正过去，一切拢换新。上帝是做新的事的上帝，所以今仔日个礼拜，咱会当春秋，甲上帝讨讲，求你用圣神伫今仔日，搁一摆充满我。我知影你的圣神无离开我，但是我感觉无够强，因为我欠过上帝你充足的灵的运行，你的掌管，抵到我有无力感，抵到我的心内有真侪干扰。求天父上帝帮助。迄个圣神除了带来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加敬畏的灵，上帝的灵也佮带来一种叫做洁净的灵、洁净的灵。所以旧约咧讲焚烧祭，迄个就是一个罪得的赦免甲洁净的罪。但是上帝本身伊的灵有这种洁净的效果。以赛亚第4章第3节，伊讲上帝用以公义的灵，用以焚烧的灵，安怎除去污秽，洗去污秽。愿天父上帝恩，今仔日咱在座兄弟姊妹讲，你若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通甲我讨，我要享受我的圣神帮助你，将旧的人送去垃圾焚化厂。求主的圣神降临在咱的生命中间，用以圣洁的火，甲咱修好清气，互咱的生命必称为圣。主讲，你的名就要写伫活命册顶悬，称作我圣洁的子子。愿主将伊应允的话，就是27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话，今仔日互每一个阿门的兄弟姊妹，咱就得到。这是代表的祈祷，通正做咱的祈祷。主啊，求你照你的慈爱临bin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主讲，我愿意，因为你敢唔知吗？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降临。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的降临是甲咱有关系，所以代表个继续祈祷讲，当我摒扫摒空我家己的事，这个内底的房间、圣洁的房间，若空，遐魔鬼会去倒入来。咱求圣神帮助咱，当主耶稣已经甲咱清去了后，主的圣神入咱的心，主所带来就是圣洁的灵。就是坚固的灵，就是欢喜甘愿乐意的灵，就踮伫咱的内底。兄弟姊妹，主要将这享受给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通安尼祈祷讲：主啊，甲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主啊，将你的圣神搁一摆充满我。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今仔日的祈祷来做咱生命的开始。伫咱的今仔日，咱的祈祷共同这个祈祷文，这个祈祷词的中间，互我一个感觉，甲咱分享。因为我常常有一个足清楚的图像，我知影上帝就是天父，我知影耶稣就是一个列比，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主。但是常常咱拢向天父祈祷，向耶稣祈祷。恁的问牧师讲，我敢会当向圣神祈祷？我敢会当安尼祈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爱的圣神，亲像请你来，亲像妈妈，你将上帝的听贴来到我的人生的中间，互我明白到上帝的听是何等的甘甜。兄弟姊妹当然会使，因为圣神就是天父，耶稣嘛是上帝，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天顶的上帝、爸囝圣神，拢是咱祈祷的对象。咱伫主的面前。
咱听上帝的声。上帝的圣神通过保罗留予咱一个真要紧的图像，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爱穿戴属灵的军装。遐这你拢会记得，圣经内底有一段以弗所书第6章，伫迄个所在，伊咧讲起，恁着穿圣神的军装。迄个圣神的军装中间咧讲起基督徒6个信仰的操练。当咱穿圣神的军装的时，第一，咱来戴一个头盔；第二，咱来穿迄个盔甲，伊叫做护心镜；第三，咱来摕盾牌；第四，咱来下腰用真理的腰带；第五，咱的鞋爱穿鞋啊，叫做平安的福音；第六个，伊讲你手举真理的宝剑，迄就是上帝话。圣神的剑就是上帝话，用上帝话来征战，好的征战。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圣经的内底祈祷，这是今仔日第三项，牧师邀请咱伫主的面前，咱求圣神，圣神若来，就等于我们穿戴了圣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兄弟姊妹，咱咧讲穿戴属灵的军装，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建立伫圣神的内底祈祷，圣神若充满咱，自然而然咱的生命就受保护。愿咱用上帝话来做咱的帮助，穿全副的军装。咱会当用这段话定心家己安静思考，因为时间的缘故，牧师袂通每一节的圣经拢解说甲真清楚。但是，兄弟姊妹，属灵的军装最大的保护，就是一种的心灵的防护啦。咱伫今仔台湾，咱咧拢讲全民国防有无？伫教会内底，应该所有基督徒嘛爱做一个属灵的防御。每一个基督徒，咱无受这个世间知识财物的搅扰，愿主甲咱撒到地底。这6项属灵的军装，用真理下腰，用公义来保守你的心。我的心啊，你都要常常安静。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你的心是生命一切的效果。从平安的福音做你的鞋，第4，摕盾牌就是信心的盾牌；第5，戴救恩的头盔；第6，手举上帝的话，就是属灵的宝剑。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那愿意甲上帝伸出祈祷的手的人。上帝将满足的喜乐放伫你的人生，你愿意吗？咱要同心祈祷。亲爱的姊妹，伫这个充满稳定、特别的高顺节降临这个时间，主的圣神伫咱的中间。你若愿意这个圣神成做你的帮助，亲爱兄弟姊妹，你通伸出你的双手，无论是轻轻放伫你的双骹，还是牙关，你若愿意这个圣神成做你的帮助，你伸出双手，你甲圣神讲：亲爱圣神，求你充满我；亲爱圣神，求你充满我。亲爱的姊妹，你的心内若有重大苦楚，你若愿意，你通放手伫你的心头，你甲主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的心常常受搅扰，最后说求你赏赐我护心镜，保护我的心。亲爱的圣神，求你点伫我的心掌管，互我心内的天平有平静。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也再伸出你基督的手，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嘛要邀请兄弟，
你若愿意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领受圣神的洗，过重生的生活。伫你伸出双手的时，你甲主讲：主啊，将我过去所有所做得罪你，伫我有意无意中间，我所做毋对的代志。主啊，将我过去迄个黑气的我，主啊，将伊提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甲我洗清去，赦免我。亲爱的姊妹，你若愿意，有一种圣神的气力运行伫你的心内，成做你的帮助。咱当心用代笔的祈祷，咱当心用代笔的祈祷。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坚固的灵，愿圣神赏赐清气的心，甲正直的灵、坚固的灵，伫咱兄弟姊妹的生命中。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伫今仔日，见若求求你，你的囝儿查某囝，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现在这你通将手放落来。牧师要邀请咱中间有特别需要牧师陪你祈祷的人。你若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领受圣神的充满，你愿意行到主的面前，将你的重担来交托给上帝的人，像这你若愿意，有人陪你祈祷，你通来到头前，牧师陪你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知你伫阮中间，亲爱的圣神，阮感谢你。阮中间若有人需要你，因伫心内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事，愿你的圣神帮助因。